好吧，咱继续来讲呢，北方地主的这个修行路，咱呢来到人世间来修行啊，咱一定要有规定的路要行就对啦，那么咱伫这个人世间的修行，袂讲达到如愿以去，袂达到有所成就的以前，那么咱修行路要安怎行？要安怎行？那么咱一贯的地主呢，咱拢来拜咱的这个老母娘嘛，咱嘛来拜咱的弥勒佛嘛，咱安尼，咱敢有想着讲，咱来这个人世间。咱若百年以后就对啦人世啊人间世界，第一就是讲咱来这个人间世界，伫这个人间世界内底，咱百年以后，咱要往对面去啦，就是呢，弥勒净土嘛，咱讲修行路，伫即个人世间嘛，咱来遮修行啊，当咱百岁年老以后，咱要为倒去？咱就是要到弥勒净土啊。那么这个弥勒净土就是呢，到处天啊，那么这个弥勒净土，伊是呢，伊是袂当达到究竟的净土。伊嘛毋是永远的净土啦，伊是方便的净土啦。那么伊会当帮助方便咱众生成佛的净土啦。所以讲这个弥勒净土，伊是到处天那么这个弥勒净土，伊毋是究竟的净土，嘛毋是永远的净土，伊是方便，伊是方便净土。伊是方便帮助了咱众生会当成佛的这个净土，所以弥勒佛在人间世界化成人间的净土，那么古伊嘛捌讲过啊，讲呢，天下为公啊，世界大同啊，无分你我，这拢是属平等的世界，这拢属平等的世界，所以讲呢，弥勒佛的自心意愿，化成了人间莲花，化成了沙婆为莲花棒，迄个时阵，就是呢，未来咱弥勒佛，当对迄个所在，就是对这个刀术天，就是弥勒净土的这个内院。安尼下业问题，来到呢，人间来举办龙华三会，就是一回、两回、三回，一直到呢龙华三会，咱大法度人见闻闻法正果，转到无极弥天，这就是咱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咱的这个迄个，咱要行的路，咱修行基本要行的路就对啦
所以讲哦，咱伫这个人间世界，咱要做啥物代志？哦，当然，伫这个人间世界哦，就是咱师尊师母老大人来普度三草，度化众生。哦，那么呢，咱会当往生了弥勒净土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伫道中哦，常常咧讲的哦。